1979年4月27日，中国钢铁结构公司正式开工生产，首房伫高雄的临海工业区，中钢有计第一档就要生产2万吨的钢筋。中国钢铁结构公司开工生产以后，不仅使我国钢铁下游工业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一步，今后工厂、桥梁以及都市捷运系统所需要的大型钢构架，再也无需自国外进口。1993年4月27日，高雄飞弹伫新加坡正式展开，这是海峡两化分开40多年来第一次高层会议，特别有历史意义。古往两人的握手画面，应媒体要求重复了4次。而这个珍贵的镜头，将在现场云集的国际媒体传播下，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两位谈判主角郭政府甲王道涵的对话，那是代表着两化关系进一步，嘛代表着敌对状态结束，两化嘛一步一步走向和平交流。